哦，直接来读啦吼。1657年6月13，拜三，风真水，昨看到迄只我等下，我有拢有吼。昨看到迄只篷船呢，对北平大石区这边航来，但是因为海流的关系，必须要伫咧港外趴定停船。阮派领港员 Sick 坐一只舢板去遐，要去探听迄个死仔人讲的是毋是真的。约落伫咧上午11点的时阵，即个领港员早带着翻译员何斌同齐转来。何斌遂将郭信爷以及即个炸爷嘛吼，结果佫袂记得炸迄个炸吼，炸国作即个作，炸爷吼，做爷就是炸爷吼。何斌遂将郭姓以及炸爷和其他大官的批交起来吼。阮就派人甲即寡批摕去翻译。伫即个期间，何斌根据伊所写来的记载，甲阮讲，上述的迄个大官郭姓爷甲伊讲，逐日讲的代志吼，逐日讲的即个下令禁运的理由吼，包括着讲，伊去到迄边了后，伫咧福州市北平水路约落2公路程，叫做迄个所在叫做新罗索迄个所在呢，第一次看到郭姓爷的时阵，甲伊讲，以及伫咧其他的所在甲伊讲吼，也甲阮讲郭姓爷的幕僚甲大官吼，甲伊讲的理由，讲几部，结果讲来讲去是咧讲啥？好，下面是郭姓爷家己讲的理由啦吼，真正理由伫咧对来，咱来看吼。伊讲以前伫咧台湾一直拢有良好的做法甲惯例，就是篷船一旦经过稽查员检验通过，就会使无阻碍也无被延前时日，就会当随出航，前往因的目的地吼。但是即个良好的惯例，伫咧长官Caesar阁下长程的期间大倒退，有时篷船已经由稽查官检验通过了，还阁留落来真久。有时检验好啊，却找袂到即个Caesar阁下来报告。有时检验通过了后的篷船，也得袂到允准出航的通知，直到必须延期出航，互适合航行的海流甲时机拢消失过去吼，所以互迄寡人不得不忍受损害留落来吼，这确实是严重问题啦吼。你船无法度出航，你着去签着嘛吼。啊，有诶物件是袂堪要签诶吼。好，所以即个Caesar吼，看起来是名声是呢，歹甲大家知啦吼。等下吼，我来看一个萧氏，这个氏吼，要来读。这个氏是头一个氏吼。
西西吼，第7条西西就是行去、过去、无死、帮赞的字，帮赞的字。第2句头是定着的意思，西西，所以世就读做西世，世界世嘛，世世。Stop， 歹势，我来记一下。Okay, Google. Set the alarm after 10 minutes. Done. Your alarm set for 8:45 p.m. 哦 ，OK。我看我要安怎叫恁看。这只敢袂使看，这只袂使大相片哦，袂当大相片。啊，头像会使大相片吼，头像会使大相片。但是我毋知哦，头像你哪换 ？Add a photo. Choose from gallery. 等。所以等了安怎 ？Crop. 等 ，OK。青色的部分我拄则才刻吼，就是迄什么盐水啦，另外一个叫做什么菜花菜吼，还是菜花还是花菜，我煞袂晓讲 broccoli 吼。但是恁无看吼？有啊。有看着啊？有啊，足水的。足水的哦！我我芳的，我等下下课要来食饭，食迄个。因为我今仔日下班了后拍太极拳，上太极拳课一点钟啦，所以嘛是搁牵着。我转来了后，迄菜迄骹用也袂好，就来上课啊。西啦吼，第7条西消逝吼，读做西。读做第7条是阮头才袂读袂出来。西啦吼，一起毋是，西啦吼西，我是你创啊。好，让我查一下台语大词典有收集，无收集伫吼。好，所以呢，拄则讲即个国姓啊，你 complain 吼 ，complain 进前迄个台湾长官吼，伤喊过吼，互伊足袂爽吼，所以伊认为讲有理由，真好诶理由来下令禁运啦吼。伊讲，咱要继续看吼。伊讲，伫即个长官阁下诶指示之下，发生过对生仔生意人非常蔑视又阁无公道诶代志。又过来吼，阁是即个长官施设阁下诶指示之下吼，蔑视即个蔑，咱来看觅啊，看觅咱读。
蔑视。头做灭吼，灭就是帽啊，袜子啦吼，就是灭。包卡的部分叫做灭吼，所以意思就是当时就贱的啦吼，非常蔑视又阁无公道的代志，就是啥物呢？公司的船只伫台湾遮，若去弄着停伫台湾港内的篷船，公司船顶的水手不由分说吼，不由分说吼，就甲篷船顶的船员带去因的船顶吼，有时啊连迄寡船老大也被带去吼，讲带然后带去了吼，其实算压去啊嘛吼，派因来做提水、清洗船只等等诸如此类的工作吼，就是压去做工吼。你若你甲卡着，我就甲你掠来做工吼。当国四爷对即寡船老大，或者是新仔生理人听着即寡 complain 的代志的时阵呢，伊殿下就是即个国四爷要挖头行开吼，并且回答因讲。迄嘛毋是啥物严重的代志，若毋是以后佫接续发生一寡相关的情形，伊嘛袂遮尔要意即寡代志。伊讲有一个人最近奉着即个国姓爷的命令，对迄边来到台湾遮，要来向台湾所有的新仔人公告，禁止对此地航往马尼拉去通商交易。即个人的任务，毋若被长官死者阁下所妨害阻止，连伊所查来中文禁令也被提走。会对注脚第2条，我看嘛，物件偏好尔吼，提走。伊即种话吼，就是轻蔑的语义来回答讲吼，用真轻蔑，好轻蔑啦！我一时仔嘛毋知要讲有啥物讲法吼，真轻蔑的即个口气来回答讲吼，讲我无要意即个代志，因为嘛无即个必要吼。即个讲用轻蔑的口气讲话，即个是啥物人？回答讲，即个是啥物人？毋知呢吼，即个官员国姓爷就问何斌讲，就是国姓爷问何斌啦吼，若是迄个长官死者已经毋肯互迄个禁令公告出去，伊为虾米还佫讲即种话吼？就拄则迄讲我无要意此事无必要吼，这是迄个死者讲的啦吼。伊安尼讲的用意何在啦吼？对此何斌回答讲。根据何斌的看法吼，死者长官安尼讲是要表示讲对国姓爷伫咧即项代志顶头，伊无愿意看到嘛，毋惊啦吼。何斌即个答复，煞互国姓爷规个面腔拢热来吼，规个面拢热落来吼，这是大概安尼表达啦吼，我毋知你安怎讲的，面热落来就是。生气啦吼，大生气啦吼，我看会当查出来袂？面热落来，热是我是蓝音嘛，所以应该是 JOAH 吧。我蓝音所以读做 LOAH 吼。第8条，我无收即个音呢，还是真正读做 LOH， 看卖啊。县东仲裁经理头章嫌无呢？无，咱来看一下，出台去看有其他所在有收无 ？LOAH 第8条，
无呢，我看拢无收呢。Comb stroke with the long strokes all in one direction. Stroke 这拢是梳头发迄个热意思。Bitter, pungent, acrid, 咸，因为是 hot 热。拢无了。好啦，阮有安尼讲就对啦，但是你若完了有你安尼讲，会使甲我echo一下吼。好，咱转来日志遮讲，嗰时也听到河边安尼讲吼，面水落落来。毋过伊摇并河来问讲，伊旧年派官员吼，绍兴者毋知是啥物人吼，早着国姓爷诶通行证，做一只篷船来遮检验伫厝内篷船。即个官员也共款吼，毋若被长官死者阻止伊诶任务，伊诶通行证也被伊摕走无爱用。伊感觉真奇怪，伊问讲：这又搁爱如何归舍？对此，河滨回答讲：长官死者阁下甲即个通行证寄去巴达维亚，互总督阁下要互总督会当看到即个通行证。但是官员阁下又搁问讲：为虾米无爱寄抄本去？要一定爱寄迄个通行证原本去。那我去甲好甲记起来。Stop。当然，因为这是白菜嘛，所以伊就会自然的生汤。当然来泡饭食吼。看下对。国姓问讲为什么无爱寄抄本去？一定爱甲我迄个通行证，甲我没收寄去吼。河滨对此回答讲，安尼做是要互总督阁下家己会当辨识勘有官员国姓爷诶囡仔诶通行证诶原本。来，即句我搁重讲一下吼，讲安尼做是要互总督阁下伫巴达维亚迄个总督吼，会当辨识吼，即个通行证诶原本，因为顶头勘有国姓爷诶囡仔吼。若无，因大概只寄抄本去，就会感觉安尼有够就好啊吼。啥物意思？若无因大概只寄抄本去，就会感觉讲有够就好啊。对即个答复，国姓爷无话通讲。应该意思是讲你原本才有勘印啊，我要抄本就无啊吼，应该是安尼啦吼。勘印，我咧讲勘印吼，盖印吼。这是我对巴克版圣经学到的讲法啦，吼，勘印吼。我要安怎 ？KHAM 第3条，勘印第3条，吼，勘印吼，盖印，对，即摆你看到吼，伫个大理大书店吼。即摆是讲啥物代志？哦。Stop！ 因为我本来即个含另外一位学生9点的读书吼，今仔日请假，所以我为什么我加开即节，就是即个原因吼。甲我请假，后礼拜嘛请假，所以咱后礼拜嘛是，若无啥物代志吼，我来当来读。好 ，OK， 好来，咱继续看啦吼。毋过，即个官员咱搁看国姓爷搁继续讲，为虾米伊咧甲禁运吼？你知影咧禁运代志真严重吼，因为咱读日志足明显的看会出来吼，完全无生理吼，足零星的吼，逐工安尼用日志拢敢若记方向尔吼，今日透啥物风安尼，已经几个月啊吼，所以咱的进度读足紧的。
好，咱继续看哈，国姓爷安怎讲？不过，即个国姓爷又搁提讲，当提起讲啦哈。当时那生理人来到此地哈，马文欢迎，因的商品拢已经摕入去公司的仓库咯。当时那生理人来到此地，因的商品拢已经摕入去公司的仓库，但是伫因会当卖好此款或者用来交易的商品以前，长官死者也必须要延长真久的时间，互因为长期间伫咧此地伫遮停留来开销所费开真重了吼。共款，因所砸来黄金也爱等真久，才会收到该长官签名付款的通知吼。连因公司卖好物也共款爱等真久，才收会到长官批准的通知。若如此，因所砸来黄金定定拢被用商品付款吼。虽然因该长官请求迄寡黄金的一小部分也好，请用现金付款，嘛得袂到伊的许可吼。咱伫遮看了讲，国师爷一直伫 complain 啊，一直伫讲即个死者的问题吼，讲遮侪条吼。这是你若有兴趣的人，你或者是咧读历史的人吼，你若要做一个专题，这就是一个真好的题目吼。是毋是死者真正有即寡罪行，还是讲国师爷根本就是找借口理由来做禁文吼？你知国师爷后来咱拢知影伊做啥物代志嘛吼？禁文是可能只是伊头一步尔，伊头一招吼，或者是伊整个要行棋的头一步尔吼。啊，总是找一寡理由来讲尔。重要毋是讲即个死者真正活歹，是伊要禁文嘛，伊要想办法互荷兰人趁袂着钱嘛吼。啊，互是毋是佫有啥物其他的效应？咱毋知影你。目前看袂到啦，比如讲台湾原住民因为安尼禁文是毋是？其实我记得印象中有读到吼，看到讲原住民因为禁文，所以因欠一寡货吼。好，咱继续看啦吼。咱再来注意一下啦吼，看禁文到底有啥物效应出现吼。好，咱继续看吼，后一段抑佫有无偌久以前有几只新仔人的旁船载一寡条啊。茶帮甲遐来吼，你看你有一堆吼，因想要对即寡粗货趁一寡钱，因为即寡粗货伫咧航运中占去真侪空间，长官死者禁止并且阻止即寡物件，阻止迄寡物主吼，伊是写物主我都看无吼，就是阻止。即寡人将迄寡物件出卖互任何人，讲即寡物件是公司有需要，公司爱全部买落来。即寡物件后来被该长官摕去用作建造伊家己厝的材料。该长官阁下令，若是有旁船阁载即类的材料来此地来台湾遮，会当就对该船提到提上岸炸走啦吼。毋免先通知物主吼，毋免先通知你主人吼，也毋免甲你买吼。你若知啦，我就要甲你提走。以后付物主吼一滴滴仔钱吼，我就要准过安尼。这恶气就对啦吼，非常的恶气，而且变成咧抢物件吼，甚至有一寡物件，有一寡物主啥物都无收到吼，真正这就是抢嘛吼。有时啊，因会收到货款。也有一寡人会收到贵重的货物，但是有得可吼，得可就是短缺了吼。或者搁看片搁罪名搁加一条吼，甲因抢物件对了吼。即寡拢是国师爷怨对吼，怨对吼。我来看即个对要安怎读。对吼，读做对吼，怨对就是怨恨毋爱的意思吼，就是怨对。我来看
大书店有收即字无？有用到即字无？拢无用到即字吼。万堆吼，即歌拢是国姓爷万堆前任长官死者不懂罪法的话吼。即歌拄则讲的，顶头落长了吼，几啊条吼。现在该长官已经离开吼，伊已经转去巴达维亚，此地已经由议长归伊阁下主政。伊请求，伊嘛相信讲议长阁下会甲即种做法彻底来根除，会阁较善待生理人，并且伫咧需要时阵合理来伸出伊的一个援手吼，协助因。此外，国姓爷逐年拢派几啊只商船去暹罗、去占比、去巴林邦。巴林邦啥物做？哦，是苏马特拉的古港哈，古是古大巨大迄个区哈。苏马特拉苏门答腊的古港叫做巴林邦。国姓爷派船去即挂啦哈，含其他伫咧南洋的商。这是读做布吧，商布，我看觅，华语读布啦，我看台语安怎读？商布第7条，第1条嘛使商布吼，布头，布头啦，布头，拍布头，白布头。白就是即个白蛇迄个白吼，白布头，水边暂下的所在，布17第7条嘛，布头吼，布，伊会当读第7条，毋过看是第1条较侪吼，布吼，含其他伫咧南洋的商布吼。就是当年国姓爷逐年拢派足侪只商船去拄则讲的即寡所在，甲其他伫咧南洋的商埠。会对注脚第3条看觅哦，物件偏好尔。为了要顾全即寡商船的航行，国姓爷爱河滨转请议长归吼，以伊的会，这什么意思啊？以他的会，以伊的会。毋知，即个应该什么字拍老高还是拍毋对去？以伊的会促请因下令，互所有公司的船只主管，若伫咧海上有看见国姓爷的篷船，不得阻碍干扰因吼。三队呢，伫因有需要的时阵，爱伸出援手啊。国姓爷这边呢，伊嘛会下令伊的篷船安尼全力来援助公司的船只，安尼会当互双方伫咧海上航行的时阵，就像正义的朋友互相来往，互相协助。伫另外一个时间，即个大官国姓爷讲，伊听讲伫咧巴达维亚的公司当局甲 Java 人发生战争，问河滨讲。即个战争现在是毋是已经停止了？河滨回答讲，伊无听到该战争已经停止的消息。又搁伫另外一个场合，即个官员提起讲，伊听讲，即个官员应该嘛是国姓爷哈。伊听讲，伫咧赤坎新建的迄个荷兰人的城堡，应该就是即马赤坎楼吧？我看会对注脚第4条。因为主要第4条写讲，伫咧各法与暴动平定了后，1652年9月，已经是5年前啊。佛罗摩萨长官甲议会决定要踮咧赤坎，就是台湾小岛对岸的即个赤坎陆地上，要做加起一个要塞，就是 Provincia 城堡，然后就是赤坎楼嘛，即嘛赤坎楼。好，来转来第4条讲。伊听讲，伫咧赤坎新起的迄个荷兰人的城堡，就是即马赤坎楼吼，现在用木砂围起来了。伊咧吹想讲，可能是荷兰人想象伊会以敌人的姿态前来取缔。
哦，伊咧摇啦，讲啊，恁荷兰人安尼做是毋是甲当做敌人啊？就是提防我甲恁讲大吼。对此，国姓爷宣称，伊想都无想过吼，伊为虾米要安尼做吼？因为现在佛罗摩萨是属伫荷兰人诶，吼，咱知影讲，过4年吼，即嘛57年嘛吼，过4年61年伊就来啊吼。伊为虾米因为现在佛罗摩萨是属伫荷兰人诶哦，吼，伊安尼讲诶吼。而且荷兰人逐年用因诶船只载着大批诶商品来遮，这嘛是先仔所愿意看到，所真欢喜看到吼。颠倒是，若是即个所在，若是即个佛罗摩萨即个所在，归属先仔人，安尼贸易一定会停落来吼，会慢落来停落来。当伊若要讲这是你的时阵，就是你的；当伊要讲这是我的时阵，这就是历史上我永远袂当分割国领土的部分吼。这对其他人一般就是安尼咧讲话吼。和平也阁报告讲，伊甲议长阁下的批交互官员国姓爷。该官这个应该第5条吼。就是规写国姓来批啦吼，何斌讲我有交伊啊吼。该官员拍开批来读了后，就叫伊退下，但是随后阁通知伊过两日爱阁去见伊，过两日何斌就阁去看伊吼。伊对国姓爷遐接着答复讲，伊已经将议长阁下就是规个内批交互伊的幕僚，互因针对即张内批提供意见。因此，伊会当去因遐听取消息。所以呢，何斌就去因遐，伊被叫入去了后，迄寡幕僚请伊坐落来。迄寡伫咧集会的幕僚由官员叫做高允浩来主持吼，这是当然是电信讲迄边的人啦吼，叫做高允浩。成员有就是在座的啦吼有。洪兵爷、林兵爷、施兵爷吼，姓洪的、姓林的、姓施的吼，姓施的讲是施龙。好，过来，另外是一个叫做潘三英吼，潘三英的款，热小刚、热气歌、地下球歌和。鸡杂店吼，这外人，伫即个集会中，因对伊讲，因对即个和平讲啦。伫台湾的荷兰人，以前拢爱按照约定的情形，逐年一官的大太师爷，就是田志良吼，落长吼，年年又搁称做一官的大太师爷田志良，缴纳租金吼。讲较早恁就会缴纳租金，即项租金自从大太师爷去北京了后，就一直拢无纳。即笔到当过期无纳的金额，估计已经是到13万两银。若是现在来缴纳即寡礼金，就会当甲即个封锁起来，贸易航路重新搁甲拍开。我读到遮，我感觉根本这。就是挑工的嘛，就是找足侪理由嘛吼。对此，和平回答讲，这毋是真实的事情，这毋是事情，毋是安尼吼，代志毋是恁所讲的安尼，是伊殿下被某一寡人误导。不过以前确实发生过一摆安尼的情形，就是大官大太师爷甲贸易甲停止落来吼。就是甲西南甲台湾中间的贸易停止落来，但是只敢停止约2-3个月而已，因为荷兰人派华商韩曼吼，韩曼咱较早读过吼，韩曼吼，讲有派即个华商韩曼对此地炸着一张批，以及这什么意思啊？应该是一字绕高起来啥吼？名义寄批去巴达米亚，互总督阁下和东印度什么
应该有落到一字，宜达仅仅200里的雷门去安海见迄个有意见的大太师爷吼，即条落到字，所以看无介有吼。但是咱约出来，意思是讲。田志良甲无停止2-3个月，荷兰人就派即个华商韩曼扎了一张批，以及一寡雷门去安海去见即个田志良嘛吼，所以随着个恢复贸易来往啊吼。对此，因质问何炳讲，伊迄时也是一个少年人，也毋捌来台湾，哪有可能知影即寡交涉的代志呢？何炳应讲，这是事实吼。台湾的荷兰人的日记并无少年，这是什么意思？伊对台湾出发以前偌久，议长阁下捌将该日记当中有关的记载，指互伊看过吼。如果因也毋相信伊所讲的话，会当开点仔时间去现吼去变吼大官大太师爷有关此事的历史记载，伊相信吼，因对其中就会当看知影讲即个真实的情形。因就安尼满意来讲，会派人去查阅迄寡记载吼，查出真相。因讲了即寡话了后，就徛起来，当作去官员国姓爷会大的所在吼。何炳就转去伊的旁船遐。何炳讲，对迄当阵以后，就拢无阁听到因提起过即项代志。相信因已经是有去查迄寡历史记载，看到真实的情形咯。就像一切拢对何炳笔记内底会当看到的安尼。好，以上落长吼，就是何炳咧报告伊所知影国姓爷第二届 complain 的即寡代志，为虾米讲要停止贸易吼？来，最后一段，上述即只帆船进入台湾港岛了后，看到再来下列的物件：2266包薰草，240罐鲜奶麦仔酒，50个饭碗，140个大碎一半个饭碗，100个大个废盘，196捆的粗纸，4袋家己要食用的红米，456斤油，189匹面布，30担铁条，200箱鲜奶的鞋仔，3担书写用纸，5担钉仔，2担茶米，20担粗热的鲜奶纸，粗热是粗劣啦吼，1仔小刀，细枝刀啊吼。30罐生果的即个菜头，7罐鲜奶面粉，30袋米，一仔细袋的奇楠木啦吼。我 Google 一下，这是啥物茶？奇楠，百度百科，反正就是一种茶啦吼，是极品吼，沉香中的极品吼，是沉香的一种说，奇楠木应该是就一种芳的茶啦吼，一仔细的奇楠木，10斤白丝，50斤茴香，1000支即个粗热的线吼，扇子吼线，20箱面膜啊，甲6桶打的人参啊吼，人参，6月14号拜四，游玩是诚长啊吼，应该是含昨的代志小可有关系，我看一下时间。
9:10分。6月14号拜四，上述迄寡批翻译做荷兰文了后，今仔日下午伫咧佛罗摩萨议会开会中来宣读，并且该斟酌思考衡量思考衡量斟酌来考虑讲，对即寡批信当中，知影讲该大官国姓爷对翻译员何斌交代有特别的命令。有爱伊伫咧处队议会里用口头转告的话口头来转告的话。阮若是对伊殿下的意愿甲期待拢完全接受，就爱派即个何斌对处队早着阮的答复转去下门回复。到时阵将会随开放台湾的贸易，因此呢，因此呢，就调何斌前来，伊来到阮的会议里讲，下日的数点，下日的几啊点是伊被要求，也是被命令来讲的，就是我看几点，1、2、3点第一，以后西南生理人来台湾交易、通商、对交货、取货，或者是付款等等的代志无论如何，拢一定爱真紧处理，不得延前时日，或者是跨地不利搁置不理了袂使甲我囥喺一边，无爱插第2条，以后对温存、旁存对台湾离开回航的代志，也共款爱真紧来处理，不得延前时日，或者是囥伫即边无爱插。第3条，阮愿意决定写批，就是讲第3条，阮爱愿意决定啦写批寄去巴达比亚，互总督阁下函东印度议会讲，以后伊殿下派去暹罗、占比、巴林邦，也翻译做古港含该航路其他地区的商船，无论是伫咧航行中，或者是伫交易中，公司的人员拢不得有干扰、阻碍或者是限制因的行为。阮对此加以考虑了后，认为前2点完全是公道合理的要求。第3点嘛袂造成阮的损害，因此呢，伫咧会议中决议愿意接受上述即寡要求。尤其是安尼，就会当定开对公司、对处队居民遐尔重要、遐尔有利益的贸易啦会当定开。阮更加是感觉欢喜，并且决定爱尽量紧来派即个何斌早着阮的批去互上述迄个大官国师爷和其他几啊大官，并且随身早去一批丰富的礼物。虽然顶一次送去的礼物无被接纳，也是应该继续遵照习惯来送礼。即寡礼物和顶回送去的，有一寡该小调换价值也小可仔该提悬咯。阮的回批内容大致是安尼写：伊阁下乐意开放两边居民的贸易，互阮至感欣喜。阮这边绝对袂疏怠，怠应该疏怠，然后看这怠变了怠惰的怠要安怎读这怠阮这边绝对袂疏怠必将善待外来的生意人，一定会善待即寡生意人就像阮一向乐意善待因安尼，并且真紧来处理因的商务甲交易，如此对待持续不断。阮也该殿下讲，关系到前往南洋的航行即个代志，阮会伫咧寄去巴达比亚，互总督阁下等等的人的批年来提起。无可犹豫因阁下一定会安排对此上公道合理的办法。此外，有鉴伫咧期待真久的
基台已故的即个定心的活药活跃，我看月变哪读活跃。等下我先看即个台字伫台语，台语大词顶是有台无？台有吼，但是台湾吼，台湾啊对了，台湾啊，其他吼，其他大多吼，大多台湾吼，好。我今日才知影兰溪算文言书呢，毋是兰溪，毋是白话书呢，并单兰溪吼。好，再来是活跃这个乐理吼。活跃读做郁吼郁踊跃嘛吼，踊跃的跃吼。我穿一下衫，我小可会冷。郁伫台里大书店无收吼。此外，有感伫基台已故的即个重新活跃起来的航运甲商业交易就要实现，所以伫即个会议中，也遵照顶一回决议的决定。迄个例行的福尔摩沙春社的白社大会，大部分将会伫本个月30号来举行，并且要对7月初开始白社规年啦吼，白社规年吼，就是12个月白社的条件，除了旧年的条件以外，还阁要另外加新的条件。也要规定讲，伫将来的白社期间内，只敢温存春社的白商，家己伫城北的区域内来结烧酒，无温存委派任何其他人伫遐来结酒吼。而且呢，到税务办公室领取，并且支付即个城北的春社，伫城北的春社居留的户口证的时阵，就是你要来办即个，并且要领取即个户口证不得新办得以1年的手续，应该是讲袂当停留得1年吧，得以1年吧，看无该有吼。爱用即个方法来防止各种新仔人伫迄寡地区来混居吼，透南大就对啦吼，就是袂使互恁无爱互因含台湾原住民住做伙啦吼，也爱规定白商必须爱住伫村社内已经所安排好的有隔开的即个所在吼，封闭隔开的所在，而且无温存因的某囝或者是某甲囝啦吼，囝儿啦吼，去遐含因住做伙。所有详细规定将会写伫将要制作的告示牌内底，告示内底，吼，就是迄个白社迄个告示啦吼，北尾大会啦吼。的告示，阮收到政务员詹某对胡某人寄来一张批，数期是本个月8号，主要内容是咧答复阮的阮寄去的批啦吼。伊已经通知迄个地区的村社白商会当伫咧遐继续居留1个月，但是迄寡人因为无所交易。全体决定要转来遮吼，转来台湾遮。因认为讲伫咧台湾遮，闲居闲居啦吼，营养无代志，赚遮大吼，会比住伫咧遐搁较减少开支吼。即个想法看起来是会当相信，因为即个安尼会当减省因的人员的公司的税金甲存折的费用吼。
因此，即个某为着要互迄寡人达成因含原住民大众的愿望，已经允准因伫含原住民清理扫墓了后，就会当离开。详情请参阅上述即张内批。伫下半暝约10点半的时阵，感受到一处小小的地动。6月15号拜五，这6月读甲足慢吼。透南风好天，阮寄一张批去互无人服务师 Leonardus， 用来答复伊本稿佮配合来批。命令伊讲，虽然伫咧达波雷写吼，达波雷是啥物所在？我煞袂记。达波雷，迄个探访团队的官府，无应该互伊继续住伫迄个厝呢吼。即咱顶回有读过嘛？我本稿佮配合来，咱进有读讲伊迄个探访团队死了，因某佮继续住伫迄厝遐吼。但是袂使吼，因为迄是公司的厝，佮要佮派人去的吼，都无所在通住吼。毋过，因为伊的不幸的遭遇，会当互伊吼，伊若有即个意愿的吼，会当互伊伫原有的迄个徛起的所在，到第一帮船要出航进前前往巴达维亚的时阵，就是会当住甲船来啦，船来载伊走进前啦，拢使踮遐住啦吼。迄个来接替伊因翁的职位的人呢，会当暂时命令伊含另外一个学校教师住共一间房间。也有可能讲，迄个寡妇家己无想要踮遐继续佮住落呢，因为伊若来厝地来台湾遮啦吼，台湾那个安平遮吼，可能会互伊减轻真侪厝舍的负担。要暗嘛，阮看见南有一只船，阮想讲，迄可能是来自巴达维亚的船，因此派阮的船务官甲领航员去遐，命令因讲去到遐。若是该船是对巴达维亚来，而且状况良好，就爱命令该船发射大炮，并且摇动即个帆旗啦吼，即个帆要哪读啊？帆吼，读做帆吼，帆就是长的旗吼，帆吼，动帆。或者是骑帆哦，类句啦吼，并且挥动帆旗，互阮等于是甲阮做信号啦吼。求上帝互阮会当欣然听到即个信号吼。阿门。6月16号拜六，哦，嘛是小可长一撮，毋是介长啊，但是爱读爱。6月16拜六，早起微风对南方吹来，昨昏看到迄只船已经来到真近的所在，无可料疑是对巴达维亚来的。近我中昼的时阵，看到该船挥动帆旗的信号，迄是巴达维亚的船征服了科隆坡的帆旗信号。科伦坡 （Colombo）， 我看嘛是啥物所在？讲迄个葡萄牙人的城市科隆坡是伫1656年5月12号吼，56年是旧年吼，落到即个 VOC 的手头，就是荷兰人啦吼，请参阅总督一般批吼。好，讲迄是伫巴达维亚船征服了科隆坡的帆旗信号，但是无听到发射大炮，因此你了想讲无早来，互人真欢喜的，无可能无早来啥物互人欢喜的消息，或者是船长的主管怀疑是毋是算讲好消息，所以毋敢来发射大炮。总是到时阵就会知啦吼，希望真紧就会听到。下晡2点到3点中间，阮的船务官甲领工员转来咯，报告讲所看到迄只船是快艇 Domber 号，是今年5月14号该当小便队船 Emery 号和大篷船 Apple 号，做本季第一帮船对巴达维亚直接派来台湾遮，还佫有快艇 Ulysses 号将会经由暹罗 Z 号将会直接做第二帮船派来遮，
迄只大船 Hercules 号将会对巴达维亚出航，经由暹罗航往日本。因也早转来一包总督阁下函，当印度议会批来交阮一包啦吼，毋是一张尔吼。阮随伫佛罗摩萨议会中来读即寡批。批中有一寡内容是关系到即寡船只命令，特别是提起旧年对此地陆续派去遐的船只，拢已经平安到位啊。前往印度沿海甲马拉加也拢平安到遐咯吼，并且已经继续前往因的目的地去。愿上帝互因全部顺利，真紧去到因的迄寡所在。当迄只快艇阿姆伊顿号去Coromandel 沿海顺利入港，又搁对遐转来到巴达维亚的时阵，早转来，互人真欣慰的消息。这个消息也对色兰听到咯，就是迄个坚固的科隆布市哈，已经签约并入去 VOC 的统治区内。感谢上帝，并且祈求上帝，互迄个地区诸事顺遂。顶一个季节哈，季节啦哈。顶一个季节，归国舰队伫个司令官 T. Scrub 的带领之下，载着总计值空白，毋知几偌济号吨的航回亲爱祖国。愿伟大的上帝，互因顺利转到遐，就像一年前。就像毋是，就像前一年伫个 Gaspar van den Bogaarden 阁下的支持下，顺利到遐，相款安尼，好使阮的主人吼，互阮的主人啦吼，收到东印度的财宝，扩展因的事业关系。伫东区下底注脚，我看嘛写啥物？讲东区是指 VOC。伊的势力之下的东亚地区啦吼，就是荷兰有东印度甲西印度公司嘛吼。伫东区这一切，拢已经上轨道，并且相安无事。但是我方甲曼丹人中间的关系也是无和平。阮和西方的人，以及现在回教徒。半句的迄个10个地区的人，也犹阁咧征战不休。但愿西方是啥物所在啊？我看无吼。西方的人以及回教徒半句的迄个10个地区，犹阁咧征战不休。但愿我方终获胜哈，终将获胜哈。互公司。但愿我方最后一定会得到胜利，互公司四国拢会当用武器来制服向怀啦，敌人。阮如此恳切期盼着。末了，巴达维亚的状况也袂歹，只是听讲还阁继续咧和曼丹人的作战。这个战争虽然造成一寡无方便，但是对旧年。对祖国去遐的船只，并无发生过互人烦恼的代志。还阁有15只船坐3600人，要对祖国军岛去遐吼。遐是啥物所在啊？应该是巴达维亚吧？也将会载东印度所需要的货物来，愿伟大的上帝互因真紧平安到遐，互公司的贸易。从容，互公司伫各处拢会当得到丰盛的利益。阿门。好，结束。多时间拄好到吼，今仔日读到6月16啦吼。我看嘛，来9月笔记我来看一下吼。花仔菜啦，我听讲这个 broccoli 我不要讲哦，花仔菜吼，花菜吼，花椰菜菜花啦吼。好，菜花哦，西兰人讲西洋菜嘛，我听人讲西兰菜啦，西兰菜。
好，菜花啦吼，你去菜市啊，莫讲死人菜啦，卖菜我就无欢喜。好，花菜菜花吼，面拉落来吼，垮下来哈，对啦。我是安尼讲啊，所以连啊，恁可能我那是安尼讲吼。好，你若方便，你再甲我印一下。好，田中兄写讲何斌安尼讲，还是伊记载。台湾的荷兰人的日记并无年轻哦，我拄则读这我看无啦吼。田中兄写讲，我又是咧讲荷兰人写日记的记载已经有真侪年啊吼。对啦，应该是这个意思啦，因为之前讲啊，你当阵讲囡仔，你也知即代志吼。后面就因讲我是囡仔无毋对，但是荷兰人的日记吼，迄当阵都已经有记啊吼。会使查着早前吼电视中甲荷兰人交涉的过程吼过往，对比电视内部的历史记载来了解真相吼。可见吼历史记载的重要性，会当成做国际谈判小马本吼。这就是爱看迄个吼。就是讲要做小马本，就是爱看，就是叫做啥？你要有迄个尊重契约的迄种习惯啦，吼。要安怎讲？就是爱尊重契约啦，吼。是咱人其实或者是咱台湾人嘛是有像，有时啊其实无迄种尊重契约的尊重契约的迄种习惯，就是无迄个心态。就是我含你约定啊，吼。无迄个，其实吼，简单讲就是讲无老实啦，吼。讲话无算话。讲话无算话，对啦，就是讲其实伫咧西方吼，因连莫讲你伫咧白纸后里，有时啊因感觉讲一句话就已经有迄个力量啊，吼。啊，当然嘛，法律上嘛是爱白纸后里啦。我即摆讲是讲西方社会因较重视讲你讲出来话，你爱做会到，你袂使讲白贼话。因对即种讲白贼话，其实是观念足重诶。当然，这是西方的文化，主要是对宗教来即种历史几千年啊，即种影响足大诶吼。你讲就是，我就相信你安尼吼。你台湾无法度吼，你无。你看我想到我细汉的时阵，或者我最近啊，或者是我即马看会着大人吼，你变囡仔变哦，真正用变的吼，就是讲甲你变的就对啊，就甲你讲啊，你乖乖或者是讲生笑啊，我带你来对佚佗要去无啊？但是你实际上无迄个意思啊，囡仔当作真的啊，你甲讲生笑安尼吼，迄拢是对家己讲出来话无迄种，你都无了解迄种话语的即种力量吼。日本人讲一种叫做言灵吼，就是言灵吼，就是你讲出来话有迄个灵啦吼，因认为写字也是有言灵，你无即个观念嘛吼，所以你就自然就无重视契约吼，你无重视契约就为虾米吼？对田中遐遮写吼，你若无迄个重视契约，就是讲咧写个啊。斟酌伊嘛无你甲你信道吼，讲啊迄是历史物件吼，你嘛知影对最近先仔才讲啊迄是历史物件，意思讲免尊重就对啦。好啦，讲到遮吼，感谢各位，我要来食我迄骹萝卜菜吼，明仔休困吼，礼拜再来读出四线啊。后礼拜五，毋是就是各月后礼拜六早起啦吼，可能咱嘛会使继续来读吼。因为你遐日子用差不多要结束啊，咱尽量较紧就读了。感谢各位，我来开放啊！你若要开讲啊，另外开放。好，再见。多谢大家。好像有碰到脚或碰到身体之类的，所以他左方有2个警察，前方有1个。当他往前走的时候，前方那个警察就对他开枪了。